歡迎嚟到 Safe Voice 粵語冥想引導。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，你會唔會覺得就算身邊好熱鬧，信息好爆炸，但你仲係會感覺到一絲絲嘅孤單，好似有啲嘢缺失咗，好似同呢個世界格格不入。但係我想同你講，你從來都唔係孤單一個人，你一直都同宇宙同步，只係你暫時忘記咗呢份連結。呢段冥想唔係要你變得更高，亦唔係要你追求外在嘅成就。呢段冥想係邀請你重新連結你嘅源頭，連結嗰份嚟自宇宙嘅智慧，嗰份無條件嘅愛，嗰份你本來就擁有嘅神聖連結。請你喺呢一刻放鬆你嘅身心，畀自己一個機會，重新感受你同宇宙之間嗰份親密嘅關係。請你選擇一個舒適、安全嘅空間，放鬆嘅姿勢，將你嘅注意力放喺呼吸上面。你唔需要刻意去控制佢，只係觀察，感受每一口氣息點樣進入你嘅身體，又點樣離開，容讓呼吸變得更慢、更深。每一次嘅呼吸都帶你進入更深層嘅平靜。想象喺你嘅頭頂有一束白金光，佢係宇宙嘅中樞，
最源頭嘅智慧。想象白金光好似一個圓錐體，又好似一個蚊帳咁，好溫暖，好安定，嚟包圍住你。你感受到無窮無盡嘅愛同埋智慧。你感受到白金光輕輕觸碰你嘅頭頂，你嘅頂輪，亦即係頭頂嘅百會穴。你感受到頭頂輕輕嘅酥癢，輕輕嘅溫暖，好似你正係喺度同宇宙講：我準備好啦，我準備好接收你嘅智慧、你嘅愛同你嘅指引。頭頂微微溫暖嘅感覺，就係你同宇宙之間一種無聲嘅對話。每一次嘅吸氣，你都喺度吸收宇宙無盡嘅智慧，接收佢無條件嘅愛。每一次嘅呼氣，都淨喺度放低你嘅執着，你嘅限制信念，所有阻礙你同源頭連結嘅設定，讓自己完完全全咁浸潤喺白金光裏面，感受你嘅身體，感受你嘅心靈，感受你嘅靈魂正喺度被滋養、被淨化。而家，請你想象自己變成一粒閃閃發光嘅星星，你正係喺度輕輕咁浮喺浩瀚嘅銀河當中，喺呢個無邊無際嘅宇宙裏面，你冇任何界限，冇任何束縛，你係自由嘅，你係廣闊嘅，你係豐盛嘅，你感受到完完全全嘅被愛，非常之安全，感受到你自己發出嘅光芒，正喺度同周圍嘅星星，所有嘅星系
所有宇宙嘅能量一齊共振。你係宇宙嘅一部分，宇宙就喺你嘅裏面。你同所有嘅生命，所有嘅存在，都係緊密相連嘅。你從來都唔孤單。喺呢個同宇宙合一嘅狀態裏面，你可以喺心裏面好溫柔向宇宙發出一個問題：我而家最需要知道嘅係咩呢？唔需要急住去揾答案，唔需要用你嘅頭腦去分析，你只係需要靜靜感受你身體嘅反應，可能係一種溫暖嘅感覺，可能係一種微微嘅震動，可能係一個畫面，可能係一個聲音，又或者係一種直覺。有時宇宙畀你嘅答案並唔係文字，而係一種頻率，一種震動，一種感受。請你信任你嘅直覺，信任你內在嘅智慧，感受宇宙正係透過你嘅頂輪，將佢嘅智慧同埋愛源源不絕咁傳遞畀你。你係一個接收器，你係一個通道，你嘅存在本來就係一個奇蹟。請你記住，你本身就係星塵，你嚟到地球並唔係偶然，而係一個選擇。你流過嘅每一滴眼淚，都係你靈魂進化嘅一部分。你嘅生命充滿咗意義同埋目的。喺心裏面溫柔咁同宇宙講，好多謝你，我會記住，我並唔係孤單一個人。好多謝你，我會記得我同宇宙係一體嘅。去感受呢句說話嘅力量，佢正係喺度為你打開你同宇宙之間嘅連結。呢份連結永遠都喺度，永遠都唔會斷開。
將呢份平靜、呢份連結、呢份對源頭嘅覺察帶返去你日常嘅生活裏面。記住，你永遠都可以同你嘅源頭連結，你永遠都唔係孤單嘅，你值得擁有所有嘅智慧同埋愛。好多謝你同我一齊完成呢段冥想，祝你同宇宙同步，永恆同步。